我係鬼鳳，我係一隻小說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講啲，定隻老朋友，點二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鬼鳳，今日來到你暗想風法嘅朋友。正言係你客家紀錄片入邊青春有青春嘅一個導演之一，彭啟源導演，彭太哥，我想彭太哥對你客家嘅紀錄片入邊算係一隻傳奇人物嘅正言傳奇人物。然後今日正言同翻譯做隻請到彭太哥嚟，在你開始講以前，我想冇浪費時間同佢講法，今日同彭太哥嚟講法，先請彭太哥嚟觀眾朋友打下招呼。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好。彭太哥，正言因為你都客家紀錄片呢件事情呢，行到研究多年啦，一多年咯，20年、30年，一多年。其實講起來，係標準30年啦，做了行40年。哦，係啊，正言就泰國地方係泰國嘅，所以講下都遷咗去，那時嘅各種嘢，太好開始有興起咁樣一種想法。一講起來嚇，你講一隻很潤，也做得啦嚇，也不很也做得啦嚇。因為呢隻很潤啊嚇，嗰隻時代嚇，要搞攝像機嚇，唔係簡單嚇。我有呢方面嘅興趣，當然是有機會接觸到攝像機，做高中嘅時間。我入高中嘅時間，我爸爸過身，呢就不很啦嚇。等於講16歲咪最大。做我阿爸嗬，唔過所以樣啦，因為不卡嗬，我媽媽趕唔到我啊，所以一到高中嘅時間嗬，先做高中嗬，其實佢係一隻算一開放嘅學校，佢鼓勵你去學，就講書以外嘅東西，所以有乜嘅入讓沙。剛才看到啊，你講咧像白水咯，就偷偷留低條卡梅拉都不卡，帶到學校去。其實爸爸留下來，爸爸留下來，其實比方到30度冇用啊，都冇用啊，我媽媽都冇插啲事情啊，我就帶到學校去就開始名繼續親派嘅就係你講咧，對讓相達成興趣雖然嗰隻時代翕嘅東西完全冇概念。唔過所以講，你第講呀，讓相係因為學校嗰陣時有太多有介紹細暗房嘅細相啊，咁你看翕到嘅東西，你看嗰一張紙看得佢出來，嗰種嘅感覺確實迷人。嗰時其實真係用暗房用嘅藥水，慢慢地留嘅底片嗰種。是嘛，然後再掛嘢，掉到像你天上地方看到嘅。是。泰國其實很少人做呢樣事情。其實從咧帶片。從帶片。帶片從咗嚟以後經過放大機放到嘅嘛很多嘅感光紙當包，嗰種相紙。相紙。確實係樣，所以我因為太好嘅時間啦，藝術都不卡，盡困難嘅方式啦，隔一隻案件咧。不加碟啊！不加碟啊！該損失的彌陀嚟嘅。嘅國家呢就批啦彌陀。就檢度啊，自己專門嘅檢房啊，然後細相嘅時間就留嘅盤嘅紙規則擋起來，該就別路完全啱嘅，有紅色嘅燈咧就可以嘅，所以用教嘅，正經一落去就唔抵時間。正經。因為啲讓相嘅世界也確實係迷人啦，所以。確實係有興趣一樣就講你一出嚟想拿個卡梅拉去翕自家想嘅翕嘅東西，尤其個有一些嘅基礎佢讀高中銀行，因為考到太學嘅咩？考太學地方有嘛冇佢樣嘅教法？太學係讀嘅很多影劇啦影劇文化太學。當然是文化學院，戲劇系影劇組，俺嘅學弟。OK，影劇組嘛，文化影劇組好有名啊。嗰陣時是我家很多日組最後一隻字眼。常都開玩笑有一題用彈出咧，希望彈出藝術唔係太學生。不過確實我落去嗰隻
影剧哈，在迄眼嘅资源来讲啊，一条线，因为眼项目没影响啊，想要做的事情啊，但是到太好嘅时节，其实因为佢係只很多有天然嘅高油啊，甚至欣赏为真技术啊，哦，甚至讲个带片哈，加去结胶。哈，做埋會清除，做埋會清乳啊，種感光哈，等等所有嘅基本嘅知識哈，等於講都太好，將真件去打開哈一扇門啦。不過我記得文化嘅影劇組佢有影像沒有戲曲，錯，所以其實佢合作空下咪，知道嗎？影劇係錯。所以泰國是兩片全部都有拍嘅。講到兩個就清排泄，用講的，因為影劇哈。那就衝着哈影讓一陣事啊，嘅劇哈劇哈個舞台劇哈個文化舞台劇其實比讓相還有名，這樣是個親有名嘅編劇啊王生善哈做我嘅女主人，啊所以佢親從事咧其實係舞台劇嚟，所以我就親腦哈啊化妝啊上台啊，有幾分也就上，所以我就講其實你係咩？真後悔啊！佢表人嘅東西啊，其實係真重要嘅，佢係一隻你講嘅你學習嘅嚇，對你啊讓相也好，對文化也好，哦，其實表人別度就親到呢種嘅念書都別度，結果我改良是冇好多，所以你還做唔得變太多人啦。不過泰國因為嗰時嘅對影像呢部分其實還有興趣，咩因為呢隻興趣將本行到紀錄片兩檔擺咪錯，原來上叫做一隻像岔路口一樣咁樣就插過來。嗰種是唔係啊，有時知道嗰種嘅嗬，嗰種表人係客家嘅，哦，嚟愛親人咧，哦，嚟看到啊，真實咧，哦。各種嘅東西，我喜歡呢啲東西。佢等等太學變咗落去，因為沒有學到影像咩，沒學到嘅表演嘅部分咩。佢行呢條路，太學變咗以後做乜嘢呢？做乜條路？所以你講所以人生就一隻，度度是一隻福氣。出嗰隻時代，民國69年、70年左右啊，台灣就開始流行嘅嘛，嗰樣很多結婚啊，錄像。結婚錄像，結婚錄像哈，跟因為說錢嘅人哈，其實也唔係講冇錢佢都想辦法，因為咧對該種時嘅人嚟講，自己嘅讓相哈，做得都天使出啦，改變得輕爽快啦，輕驕傲啦哈，咁樣啊，所以我就談到呢隻潮流哈，思考都冇思考咁樣啊，就講嗱，個機器買到都唔會用哈，喵，其實用機器哈唔會困難啦。你如果操作的手冊嘛哈，那拿到機器你會操作之後哈，剛才的跟他講嘅就天然嘅技術所創造的，明白？那啲哈，那都分場分鏡，啊，然後了嘅解說咧哈，加個家庭嘅故事，咁樣解，咁當然 N 就啲啊，個神訪問啊，做訪問錄一攤咧，啊，然後個聲音嘅錄像面，其實你喺個結婚嘅時間現場全部都係用做咩？3-4歲前這樣開始做呢行這樣做咧，啊，也是學天然嘅時間哈，繼續變較強啊。不過佢是咩當初？因為講嗰個時代啊，原則上人生都結100分的啦，所以就講因為我做結100分的，所以我結婚嘅時間，嗰時嘅輕流行嘛嘅東西，我一定要有。啊，唔過我做2年之後哈，太可以說冇做咧，啊，因為樣點啊強哈。就比人較強啊！你係主人啊，翕嘅東西啊，嚇各種嘅結婚錄像嚇，我知道嗰兩時翕嘅老厲害嘅嚇，差唔多。哦，你係看到嘅嚇，當現金咧，現金嚇，就是要按樣嘅嗰兩時嚇，就老拍曬翕嘅結婚錄像冇空檔嘅時間嚇，跟按個廣告公司啊，嗰兩時佢親神夢嘅很多國發廣告。啊，佢當有名嘅嗰個老公司日本呢通嚟啦，啊，跟別度有一個經理啊，談到講，三個學天然嘅，後來翕嘅結婚咧，按可惜，就都嗰隻時代來咧，翕唔開咯，嗰隻翕，嗰兩時候，就按照工商簡介、公司的介紹，用錄像嘅方式，用錄像帶哈。好，一個來咧是就關鍵啦哈，結婚咧你要提升到公司啊，啊，
该规格就无强了。用录像带，该翕个方式咪无强了，打光啦哈，还有比如度该加要求该效果等等，完全该等级无强了。所以跟日本传过来的啦，去参观公司的时间工厂的时间，你成日做一只介绍。看录像带，看录像带就青岛咧看唔到嘅嘛，用录像翕出来，差不多12分钟13分钟，嗰两时60万日哈，嗰两时嘅钱60万日哈，动态呢，算小 case。你想，你下60万冇算少呢？國家廣告冇上去接啦，100萬以上啊！真會接嘅。記得上翕個玉龍嘅馬刺啊，睇住台啊，計介紹12分鐘就100多萬。哦，大家談嘅彭大哥講，彭導演講哦，我想講啊，30年前哦，嗰時嘅台灣呢發展嘅結婚嘅錄像，韓國嘅公司嘅錄像介紹哦，按你講，做幾多年代，我想原則上應該像 pioneer 啦，先鋒啊，你彭大哥正係喺呢一部分像工商攝影嘅先鋒啊。而且另外，另外工商攝影的先鋒位置啊，行到紀錄片，好像海灘那個談一下紀錄片的導演彭大哥，佢咁樣開始嘅紀錄片嚟，喺海灘那嚟睇。大哥，你做過咁多嘅，其實你想你30年前做的啊？拿到客家嘅資料，你說規劃很多中華可以講中華民國有歷史以來第一集節目掛客家嘅，結果啲節目啦。冇同過，你乜解冇同過？計劃你計劃按我哋咩申告會做得，唔過呢，我哋要擔心會造成族群嘅分裂，所以不可想象嘛。當然想象，當然想象。你同啲時態你睇講起來講笑話樣啊，確實都喺成上所發現。剛剛一開始是大家先熟悉一下你嘅紀錄片嘅導演彭大哥。你喺片段其實我請大哥來小哥講一下，因為做很多嘅結婚錄像韓國嘅公司嘅一種廣告片有很多啲當真實嘅一隻紀錄片嘅一隻現場來嘅。你隻高度有轉過來呢？差唔多講起來1980年。80年就開始去結婚，到1987年，戒嚴嘅時間該出乜個港片基金會新聞局嘅出留3台而家存咗錢拿幾多出來，成立一隻港片基金會，用咗咁嘅錢3台就攞佢整個時間，就很多嗰種時很多公共電視嘅時間很多中波時段。該隻時段其實你想起來改變台灣電視嘅生態。本來係到3隻電視台確實嗰種嘅專業，結果你一變出來嘅時間個機器嘟做得所講而講嘅很多 ENG 嗰種做到 ENG 做得到 no boy 純愛鏡，唔是 OB 車嗰種嘅。插騰嚟去，就你拿那個 portable 拿一張機腳架基本的東西賣拿你去做的上山下海咁樣去，就做翕，就嗰邊都是佢次數都清高，即青島有興趣像就會思考，都喺思考嘅時間，其實就用內行嘅嘢，佢好文化嘅嘢，叫做規劃電視節目，因為內頭係。機器好，人夫咧就廣告公司嘛，機器好都陳出去，所以請假1987年戒嚴冇19年下啦，1988年年初我就從到有人我就做機器，我就談嚟去，談到有些記得1天2晚，有冇有？客家之屬。曲苑比較多，介紹啲客家嘅歌曲，所以就試點點。講客家，講客家嘅，記得講，而家漢人啊，而家清楚啊，就等於講加機器就加我哋張嘢，該兩時本來本來就這樣想法嘛，一轉來，我就開始老眼，對啦，我哋那個公司有個同事啦，算學妹，文化嘅學妹佢都沒有啲成長該。
学妹，所以佢对客家的东西也有兴趣。所以拿到客家的资料，安尼说背法啊，很多中华可以讲中华民国有历史以来啊，第一集节目挂客家嘅，啊，就节目名啊，节目名，岁月情怀哈，花客家，讲客家，啊，这两集诗呢哈，一个宋水熙哈，第一摆挂客家，结果啲节目啦冇通过。嘢呢嘛嘅冇通過。你做像呀節目內容會做得嚟計劃嗬，你計劃按人哋咩審過會做得，唔過呢，人哋要擔心嗬，會造成族群嘅分裂，都經驗，1987經驗嘛，1988。掛客家會，所以不可想象嘛，你同嘅時代嗬，你睇講起來嗬，講小花浪啊，確實說都係時當所發生過安樣嘅事情。唔過呢，該年的年下12月28號，萬藝母語運動到台北啊，錯，其實嘅，所以我先講萬藝母語開始1988年啊，萬藝母語運動一開始啊，我就留緊我嘅學妹講，嗰隻計劃案嗬，過來名嘅溫歌，客家風情化。所以我行你區客家，客家兩集詩係一天冇變啊！哦，嗰陣時掛啲客家兩集詩係很多很多政治正確，正確，結果冇咁差，一天咧就一集安樣嘅節目，很多客家嘅，所以我就通過，就過嚟，就過嚟啊，就開始做嘛。當然，嗰隻時期啊，另外一隻嚇，我冇提啦，做唔得啊，就我。算帶藝入門嘅師傅啦，莊志仁、莊開國，佢是神客，因為佢做省政府，然後鄉親，我佢冇掛客家就屬藝啊。因為藝講，其實家講嘅客家風情畫，錯嘛？然之後佢咩節目唔係紀錄片咯？係紀錄片嗬，變咗一隻學嗬，太好就可以考去研究啊嗬，其實係我後輩一導演嘅事情。所以嗰之前嗬，乜個很多。非商業咧，做很多 documentary， 做很多紀錄片。所以我講咧，我嘅快樂嗬，就係講，你們係有興趣，有自家嘅客家嘅文化嗬，我要開始嘅時候完全就用我嘅成長嘅經驗，哦，還有唔啲嘅狀態過就會培養，哦。就你講係滿山走了，以前狀態過只會滿山走了，叫做滿山爬山咧。開始係快樂啊！就我就知道你啊，可能係行業下去嘅。就有泰國自家想要做嘅東西喺個地方。錯。其實剛剛聽泰國講到佢拍嘅咧客家風情畫一隻，又像紀錄片，又像電視節目嘅一樣嘅一隻影像嘅作品哦。我想你安尼先來看一下，安尼先念一段 VCR。看一段 VCR 泰國拍嘅咧客家風情畫，到底係廣東兩百年嘅一隻內容。安尼聽真上來看，安尼樣嘅再來問泰國，但節目也好，也紀錄片也好，到底點樣去定義呢隻東西係乜嘢？安尼看段 VCR。今天是翁老先生生日，一大早夫婦倆就忙着磨板。古老的磨米漿方法比起現在的電動攪拌機要麻煩得多，但老一輩的客家人都眷戀着這種傳統方法。想來石磨所磨出的板應該特別好吃。老夫妻這樣一來一往的，看起來似乎簡單，但是如果沒有這份長期合作的默契，是很容易打到手的。磨板是為了做湯圓，客家話又叫做拌人。一般家庭正式宴客，
这道半忍是不可少的。如果说形容中国的吃是一位风华绝代的美女的话，那么在艰苦环境之下所发展出来的独具风味的客家吃，就只能算是一位朴实无华的村姑了。村姑虽然朴实，但是却耐人寻味。同样的道理，客家菜虽然看上去粗糙，但是它却在艰困中默默涵养了客家人这个族群。刚才看到其實就係蓬萊哥佢翕嘅倆客家風情畫地位當創業一式，其實先咩蓬萊哥得到一隻當創業嘅一隻獎，叫做金帶獎咁樣子。泰國咧得獎有咁獎金哦，獎金哈5萬元。幾多年睇5萬元做咁多事情。不過其實佢對我嘅讓項哈唔係嗰5萬元哦，嗰當時喺300人鋪哈。也包括佳作哈，我記得像生意鋪呀，都生意鋪。300人鋪去參加比賽啊？對，所以你一得到佳作哈，你袂出親難的，當然有得獎哈，所以一下哈變到如果有客家嘅節目，說真的哈，後邊我自己有信心啊，就講可以啊，再去做下去，然後呢最重要係係哈，因為神像呢種嘅節目嘅競爭非常激烈，唔是想看哈，嗰隻時代啦哈，1989年哈，89年到90年哈，一攝差唔多20萬，好，咁一通告數260萬，30萬，所以他哋會搶，咁多咧，唔過我有得獎哈，就係一隻保證咧，其實喺承辦的人啊，廣電基金會出私下就打電話來的，彭隊來做條準批，太貴啊！那邊都是講你要一路演變有個一個機會，唔是按辛苦哈，就繼續順理成章啊，然後做得下去，所以我天意貴也就請假就繼續進行。當然，你仲係讓向說講，其實貴嘅時間，你用嚟天上嘅就咁樣，嗰種嘅分享啦啲，嗰種嘅天上嘅基本咧，嗰種嘅做法會讓向，多天貴嘅時間你仲係讓向因為你要把握之後你會思考嗰種嘅約束嘅嘛你想嘅表達，所以你係講起來輕鬆就天然，天然調查，天意貴就行業天然調查兩種方式，當然係自己冇能力，要請人來聽書。我記得天意貴最早嘅時間，我跑到宜蘭咧，我就請到宜蘭咧徐州安先生，佢公務員佢到宜蘭做調查客家人，三山國王有幾多錯係出佢請出來啊，所以我一請佢嘅時候，做得老天師客家天師嚟 happy 嚟，佢非常歡喜，因為客家風景化一歸要播出嚟，所以對佢嚟講當然係一個親態嘅鼓勵。當好一個節目嚟，做兩件事情。錯，跟我與老兒結合，對我嚟講，哇！我發現到並唔係書檔嘅東西嘅現有嘅資料當做嚟做電視節目，天歸係全部。書表，書地牌，天意貴唔係咧，到天意貴嘅時間就講要把老地方結合，做很多地方嘢，很多地方。我想下一節嘅時間你要談一下你彭大哥你用很多地方地方嘢，因為很多地方唔係咁簡單嘅，因為冇可能講一下啲規個台灣全部地方嘅當中嘅特色，一定要有人帶路以前馬沙。你有帶路，你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美麗嘅，安尼喺度嚟談泰國你有講嘅很多地方嘅方式嚟見過。像啲翕嘅歌場我數老
叶亮时然后承办之间无去讲好，去哪个东西，现场随时都有事情在发生甚至可能有一团在韩国嚟很多中国来台祖先，哪个事情会发生？这个唔知呢，记得演出来讲来的落去我看到哪个东西，完全唔知。有些兄弟还实境节目呀，兄弟。安尼所以咱听彭太哥讲今日就去影响那片杭州节目，你到节目这边慢慢的杭州地方去。其实杭州地方，青春就跟彭太哥讲到的田野来聊那是鸟的开始田野，因为整个20年代好冇？所以泰国鸟让接起来呢。嗰陣時其實田野調查呢40時蠻流行。因為講到調查係會驚啦，嗰個年代係嘛㗎，所以說我哋唔止講而很多做田野調查，我就啲講留菜地嘅跟人佢有菜地嘅觀點有菜地嘅資料，佢吞嚟去你所以看得到你看唔到嘅東西，所以我哋嗰陣時唔係講做田野調查，你按用嘅觀念啦就講種拜訪這拜訪的時間，就你喺位所你吃到好，當然其他位所該菜地亦都難，當然就會發現到問題比如嚟講，宜蘭嘅經驗係好不過到西部嘅時間係喺狀態高，總之嘅狀態高，然後聽書，佢總之嘅狀態高，佢聽書有其他觀點，有其他看法，佢係用鄉情新聞報道這種方式，你發生咩事情，佢突然去拜訪鄉長啦等等咁樣慢慢的就知道你唔係捱行下去呢種方式所以說我就你講新人咧要背咧像自己背咧。想下這個組織一些觀點出來，所以我是想清晨就講有隻量本來就一頁啦講客家建築講客家屋嘅，因為個資料我尋到嘅資料是講客家建築嘅特色樣，唔講我看唔出，要簽到名詞，結果下一年我就了老人家。因為按照學問乜個專橋啦，乜個簽到名詞我睇唔識啦我就簽到作者作者做很多承辦啦。承辦泰國我講我就打到客家雜誌去問啦問咗拿到嘅天花啦，天花一通我就來講下個問題。cái phì cái sáng là con nhớ ai heo sáng đâu, tôi见面那个爱好sáng爱人道不過講起來陳盼先生喺外嘅呢什麼樣表度算係貴人啦因為一度好佢一認為講，因為佢學建築佢老大家就好朋友很多李雲飛李雲飛咧佢都蘇德科技大學做教書嗰陣時佢研究係南部嘅建築，南部客家建築，南部客家建築，一承辦佢就都喺觀察研究北部客家，所以佢兩啥嘅都在分享講呢建築有乜嘅同有乜嘅冇相同然後來分析抽成冇相同嘅元素嘅乜嘅，所以我打天花板也是嘟佢兩啥就都喺衝擊。所以我記得承辦所人講過一句話，叫我要隻，而喺我陪我要隻條件啦我要抽南部李雲飛來不過我條件係我做土兒到北部連續記得有研究過有名嘅建築，日出記得佢會現場人來分析人來講，不過嗰種時發出佢講乜嘅，我就看到乜嘅然後就按樣一出到，我記得就翕到面咯要下個民族嘅乜嘅片冇眼唔記得咧所以至少該北嘅行到南部，從北部、中部，中部處嘅乜嘅苗栗到
董事，係總嘅，你看董事，嗱嗰陣時翕咧就係伊啊，全部唔見睇咧。啊，全部人這樣嘅。安陽嘅時間哈，都轉來哈翕很多東西哈，你喺鎮裡嘅時間，喺鎮裡上係確實實嘅學習。這個資料你拿進來咧，要讓相資料拿進來，你去講想辦法介紹，比方多天師檔好不容易看嘅時間，樣辦不容易看嘅時，個偷拍樣，所講個承辦就讓聽清楚，然後甚至是讓下，然後呢，為到咧，佢還安排佢老李雲飛然後那個專家三傻都個心臟記得咧個光復橋標度，就談咧建築嘅也記得對建築嘅看法完全就一個不同嘅觀點，冇關係觀點，佢就流行啦，用呢種嘅老佢整理好就睇入了解建築嘅特色啦，產生無共樣嘅特色咧，背後嘅氣候啦，比如講，你睇下嗰啲南部係愛浪，北部呢係內浪，嘅氣候嘅關係等等呢條東西其實嗰陣時係大家都去陌生嘅，不過整理起來豐富到一時間唔下個題目就變到很多嘅乜嘅日久他鄉即故鄉。還有各種嘅節目變亮色所以以後嘅青島嘅節目其實老建築嘅關係那就彩體化等等也想起來，全部都係天然表嘅度熟悉經過複雜然後經過彩體然後等等你按樣去熟悉嘅東西按樣嘅東西就接觸接近觀眾。他看到你做的點出呢種嘅係冇共嘅意思就做唔出來又係。所以咧韓劇係其實係紀錄片，唔係像按你哋啲種當做韓劇節目嗰種嘅方式。係你講佢，我認為佢係紀錄片。係你紀錄片，因為樣啲你像你翕喺歌場嚟數老葉亮時老承辦之間冇去講好。要翕乜嘅東西，現場隨時都有事情會發生。要看到兩個讀到沒有罵人甚至看有一團嘅韓劇嚟行到中國嚟擂台祖先，佢出聲嘅猥瑣嗰兩時，乜嘅事情會發生？所以唔知呢，見到人出來講嚟到落去我看到乜嘅東西，完全唔知。佢錄影機已經技術停落去停落去一樣所以其實一講到咧呢個紀錄片佢一樣扮演畫天很多紀錄片也來講咪乾坤啦。其實剛剛太講講我哋講唔啲醜人唔醜人問題，又唔講思考難人講，就講等到泰國安樣行到嘅擂台做紀錄片嘅時間，嘅錄影機安樣走得行，然後其實咩唔啲停等發生乜嘅，有些像你係實境節目呀，所以其實唔啲停等發生乜嘅，因為搞唔清楚嘛，因為你現場嗰啲唔啲停等發生乜嘅，所以佢可以有一些像實境節目啊，其實本身一樣講係呢歌場主講係客家風情話老承辦先生結合其他嘅聽住係透過承辦先生還有嗰隻歌場主講藝人說像王作健先生還有吳康明先生還有乜嘅史天福先生、文正發先生，你一講起來係台灣歷史研究台灣歷史嘅個新清做片從了清做起嘅人。因為呢啲人對我嘅印象來講佢哋嘅資料，那係從嘅乜嘅歷史資料要做填啦。佢咩書講歷史資料見乜嘅擔心答案分析咗，佢哋呢啲人嘅特色就講佢係有採體做研究，所以呢種嘅老地方採體老歷史結合嘅也從咗嚟所以講。按樣嘅時間承辦老啲學習老係自家嘅興趣一種嘅結合係形成一集所以我也講起來係咪紀錄片？我認為係
哈，因为按样嘅形式哈，其迄纪录片真多形式，那因为咧係愛行出來一隻形式，啊。其實呢，了睇到同本來個講到佢設計樣嘅圖一隻，其實當然定義一隻節目嘅內容，不管係紀錄片也好，也節目形式也好，其實佢當然係基聽佢嘛解。當然不過樣嘅好像海灘嘅時候呢，同泰國講下，因為佢拍按多東西，你先標睇咧就形式嘅問題，也內容嘅問題，我想按多資料。係個一樣嘅，嚟再個轉發出來。我想海灘一定要談下泰國留幾粒30年嘅資料，佢打上嚟樣啊。佢我準備留嚟到資料樣啊處理啦。我想海灘嚟談泰國講咧，因為拍嘅30年很長嘅時間。他個很多香港你紀錄片，一樣把人本人感通啊，而本人感通唔拄好做一樣嘅抒情，因為歷史係嘛解啊 ，history。啊，這 story 加兩隻詩 ，SI 就變咗歷史，兩張重要。那唔係說翕啲 story 天啲，那翕沙期嘅歷史。啊，你做得就講老幾隻沙期哈，最弱嘅部分，嗰種嘅文化啊流傳下來。連登三團節目我已經同朋友講到當到，其實佢咧30-40年來對影響、對內容、對節目，當到無幾樣嘅想法，韓國當先進像pioneer的咁樣做當到，其實老厲害。現在其實大家都會做嘅事情，佢很多年前佢就開始會做，當然佢嘅定義無幾樣，你談到呢一個定義問題哦，就像我們泰國講，對人嚟講，因為講當然家庭兩人嘅事情啊，做當到其實就像個人嘅事情，當到要像從社會一個視角觀點來看，所以泰國有乜嘅一隻設計一隻作品做得用來談自家樣嘅去本個人老社會咧無咁樣觀點。其實上鄉親泰哈，係行業沙期嘅時間，你喺去尋資料嘅時間哈，我家講係話，乜個事情會發生，你咪唔知嘛哈。所以就記得1994年嘅時間，嗰時間哈，我去拜轉嘅這個故鄉哈，楊梅哈，去翕，在楊梅嘅時間哈，忽然間發現到就講，我從細哈看到泰嘅，哦，該乜該人苗啊，周福強去查。後尾個太叔呢去查，你承辦一看到，你做唔得，然後發生後尾哈，我哋就留彩體結合，就兩期哈，就變到你們去記錄你愛嘅東西，而變到就講你承辦嗰當時哈，就講也大家敏感性嘅，就是講，你是負責，你係高層，唔知會成功啦，唔會成功，你喺高層去記錄。所以呢，藝術扮演一隻哈，就講係記錄者的嘅角色。你看，你喺度變咗，你看係咪紀錄片？佢完全是紀錄片嘛哈。你仲喺高場，其實抽成心態這樣就講，你睇一隻劇本身哈，就變到一隻攪動哈。你看佢佢按到落體房啊一隻哈，嗰種嘅工具啊，所以。而讓向嘅對我嚟講嚇係跟攪動嘅過程啊，看到嚇老人家嚇，尤其係吳錦榮、吳錦苗嚇有個作品吳錦苗歌神咧，個老太吳錦榮嚇對我哋非常嘅信任佢年日老設計嘅一張館很多年嘅相片拿出來讓我哋分享。一種嘅東西其實入到歷史嘅觀點，因為假嘅相片哈，香港別度嘅相片哈，唔係做到香港別度吸引咧。佢吳錦苗先生佢係藝術家，其他係創作者，從到哈讓我們慢慢創作嘅，從日本時代開始，嘅程度也嘅記錄記錄頭嗰種嘅變化，甚至就你想象唔到嘅東西就出來了。呢條相片冇想到嘅
经过家介绍之后，哇不得了，还会让重要。嘿，所以从买就亲记得有一摊哈，做马街39年的整饼来，冇啊，台湾40年当整饼，嗰条是无法度计价，所以变多数讲呢条东西留下来之后问题都留下来，一出变多讲20年就2013年，乃至大概多赚上万，去做了让美故事馆呢，个资料喺熟悉嘅时间，老爹仔个问题解决咧，深度个改良史以及喺美国39年嘅阅读嘅后上年，对，深度期嘅时经过正宗嘅介绍，佢看到啲录像片讲啲人很才，也介绍87岁。86岁，很才啊！做只对照，然后让相比较多，那古要几只传奇了。原来台湾先冲咗征兵之前呢，继续有很多军事教导团，全台湾5000只，用出钱的出道，所以两件事情，深度期嘅时间，比如老家街，以爱去嘅时间，而去做兵嘅时间，全部讲到位置呢，也太平里安人李壮带头。个国旗，中华民国的国旗升旗，地方也是全部前面送去，就日本式的呢，日本人出征的时间，日本式的以两百就建出来。所以，本来现在咁清楚讲其实一早就开始有啦，不过两件事情就讲，喊他变到喊他急，做就讲两让乡你变到一只有用的资料。你用白人然后啲冇相同嘅年代因为香港人唔知你做嘅事情你看有讓商有冇法度去介紹，所以對我自己嚟講，我去到讓商，我就有啲責任來做介紹，甚至來留下來，留下來所以留數位呢隻時代就結合因為我哋清清楚楚透過數位化雲端嘅概念。你話係唔係講？就是新一套嘅東西。新一套嘅東西，其實你係後生人你講你係扮演神咧，嗰種是藝戲嘅時節，嗰啲扮演神咧，真沒紅啊！有的甚至有的看到就你幹嘛出水呢？甚至有人用啊！所以對佢哋嚟講，一條讓相係冇熟悉啊。不過你係講本佢清楚之後，講你背景。一啲日後，你做只廉價，所以藝術會2多年今年呢應該講起來5月份啦5月12日藝術老規則嘅藝所有嘅器材也好啦老對象帶也好，就嗰樣時見長到承辦一拖落去訪問都差唔多有。一集錄像帶算30分鐘差不多10集是300分鐘，每張剪23到26分鐘。電視節目是大概幾集先到冇用到所以我講福氣咩多啲唔肯得寫。你按到冇剪睇啦，咁唔肯得寫，嘅東西要做嘛，我咩唔掂唔過就一集變到你叫前期一下就變到真重要咧來數位化當重要嘅資料咧。所以我就規則我自己咩變到這個冇為數好變啦一方面也想清楚咧，也該重要性啦，所以我就根本係為非，另外我愛做嘅就老記上雲端做乜嘅呢？用了隻平台本後生人對了有興趣，逐日充實自己沙期，讓上嘅資料嘅熟悉所以講有歷史思考歷史思維嘅影響，社區影響嘅推動。所以人家講Pioneer我咩挺驕傲的我認為我係讓上呢方面嘅Pioneer因為佢很多想講呢紀錄片用俾人感通俾人感通唔拄好做樣嘅抒情偽情矯情當然我也唔敢我也唔講啦，就講出來是講萬生回家一部紀錄片就出事情啦，因為都俾人感通很多假嘅東西，所以我回歸就講後生人對有歷史因為歷史係乜嘅history the story 加兩隻字
HI 就变得历史，两场重要，啊，所以我就讲，我唔係說要翕啲 story 天天，我翕沙期嘅歷史，啊，你做得就講老幾隻沙期嚇最弱嘅部分，嗰種嘅文化啊等等，啊，老人家講嘅沙期嘅歷史，啊流傳下來，因為係呢一條東西，啊，我經過按多朋友嘅評述，啊，我熟悉到按多嘅資料，幫我自家嘅人生嚇感覺到豐富，啊，幸好讓香嘅一張人，啊，知道很多兩下，我知道哇，我是在有幸福嘛，一生要做兩樣有意思嘅事情嚇，多兩很有心態嘅熱情。但係個其實嗬，因為講翕按多東西，錄按多樣片下來以後，其實呢個資料其實你喺呢個動態嚟講嗬，佢冇辦法上到嘅天腦也上到雲端地方嘅時間，佢就當難照顧本後生年接觸，所以睇過對按樣嘅一個過程有乜嘅想法？慢慢嚟嗬，大家技術嘅問題會解決，就講用搜尋引擎嗬，所以我哋一研究嘅其實嗬，我還冇熟啦嚇，用本嗰種嘅，我冇熟了，我熟嘅係乜嘅？你看得到東西冇？啊，你啥得到東西冇？啊，因為你係種嘅技術，你講乜嘅變化性強，嚇頭擺我幾百萬一張做的了解東西，你睇嗬，數幾嘅了解都唔會數啊，因為用嘅時間嚇，所以大家量會越嚟越多。啊，我讓越嚟越多嘅時間哈，該你講天腦嘅嗰種功能哈，雲端嘅搜尋引擎哈，就會越嚟越發達。啊，你講越嚟越發達，你按到東西哈，按樣板係標有意嘅東西，也係捱也係先充電嘅充電，就講推啊沙期讓香，就講真啦，就係兩條啊，所以算拋磚引玉啦，啊東西先揀出去啊，你看2-3年前嘅東西啊，後生人看到有興趣啊，就啊咁買嘅部分其實挺簡單啦，要買人講咩嚇，就等於講1200點鐘啦，啊到1500點鐘咧嘅資料啦，呢個資料我就是分期咩。啊，所以上人短的時間哈，嘛該起啊，也該關鍵字啊，除落去啦，唔過說講到啲就係就些辛苦係我自家啦，因為個關鍵字嘅研究啊，啊我哋係很係我自家啦，因為真多翕嘅現場啊，非常唔啲啊，準對對。我剛講就你呢種嘅熱情哈，你就做得繼續行下去，所以你做得了。這樣啲嘢咧。啊，今日啊，當開心就是講到彭大哥來，到安尼暗想方法啊，嗱你講兩件事情，你希望彭大哥對一隻紀錄片安樣一隻堅持做得到啲攝啲嘅節目，大家有看到嘅時間，後生人做得開始去想，喺人當好翕相，當下紀錄嘅人，做得看一下，咪想一下彭大哥對做嘅事情，你希望大家做得開始去做，錄得到。可能會聽到冇睇嘅東西，因為按之前睇過啲講按到講到重要嘅事情，我真係冇按簡單嘅，佢按到講。彭啟源導演，佢喺2010年全部做圖嘅記錄南愛山，佢用1500小時嘅底片記錄到。無昆陽莊頭地方嘅客家人，呢度客家人講定客話，做定客家態勢，識定客家人嘅扮演，喺到客家人嘅老建築地方，照顧定客家人供出來一家客家後生人，佢一出一出就用影像記錄到呢度人嘅幾條事，就算安尼。使到佢唔記得自家嘅時間，等等安尼又發現，佢其實攞自家嘅血、自家嘅肉，泛化成幾條底片，到記錄拍曬嘅時間，佢等等未記錄到佢自家。